宋慶齡係孫中山嘅夫人。慶齡，其實你嫁俾孫文啊，你究竟考慮清楚未㗎？咁樣做違背你父母嘅意思㗎。係啦，仲有啊，孫文足足比你大27年，你咁後生，俾咗係我就唔會嫁俾佢啦。哦，你哋根本就唔明，愛情係冇分對錯㗎，旁人嘅目光根本就唔重要，更何況孫文絕對係一個合格嘅男人。我哋都係關注你先。慶齡，多謝你咁信任我，不過只怕結婚之後你要同我一齊去革命眼苦。為咗等人民享受到真正嘅三民主義，即使受幾多苦，我都唔會驚㗎。我孫文終於明白點解有人話每個成功嘅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嘅支持。慶齡，就多你攜手為中國帶來一個美好嘅明天，令三民主義成為中華民國嘅明燈啊！宋慶齡同埋孫中山結婚之後，攜手處理國民黨內嘅政務，直至到1925，孫中山去世，當時正喺度追求宋慶齡妹妹宋美齡嘅蔣介石繼任國民黨黨主席，並且同政見唔同嘅宋慶齡有唔少嘅摩擦。蔣先生，清代嘅事你點樣解釋㗎？而家中國4分5裂，令國民黨應該繼承孫中山先生嘅對外用工政策而壯大成，但你竟然下令捕殺共產黨黨員，自相殘殺。同共產黨劃清界線係我嘅主張，咁樣可以加快咁唔就如你丈夫所願咩？孫夫人，你太墨守成規啦！睇嚟先做你死咗，你乜都做唔到。可惡！你分明要違反孫先生嘅意思。我話俾你聽，令到國民黨變得腐敗嘅人唔係共產黨，係你啊！中意點講就點講啦。姐姐，其實忠誠係為國家終身效力㗎。而家中國兵的確好快就會統一，點解你唔一樣啊？妹妹啊，你聽醒啲啦！蔣中正一害人中國，點解唔死因住佢啊？如果你堅持同佢一齊為我孫先生喺革命理念嘅話，我就唔俾咁樣。點解啊？我同埋中正明明係真心相愛，你支持孫文係你嘅事，點解你不可嫁俾中正啊？美麗，喺呢次衝突之後冇幾耐，蔣介石同埋宋美齡結成夫婦。宋慶齡為要繼承孫中山嘅政治理念，蔣介石領導嘅國民黨分道揚鑣，轉而投入協助共產黨工作，開始同毛澤東有政治上嘅接觸。毛主席你好，呢位係江青。孫夫人，我要代表共產黨多謝你呢幾年對共產國際嘅付出啦。過獎啦，我支持共產國際，就係俾蔣中正知道，清黨絕對係錯誤嘅選擇。啊，係啊係啊，而家有個仔攻過嚟啦，國難當前，我哋共產黨真係好希望兩黨可以攜手抗日啦。孫夫人，你同唔同意啊？當然啦，共產黨我嘅奮鬥目標我亦係一致。孫先生上次我講過，要國共兩黨合作完成國民革命，先至可以真正拯救中國。孫夫人果然冰雪聰明，實不相瞞，國民黨嘅張學良打算以政變逼蔣中正停止內戰，與共產黨攜手抗日。我相信孫夫人對國民黨嘅影響力，必定可以令呢場政變事半功倍。毛澤東利用宋慶齡對孫中山嘅革命思想嘅堅持，促成咗國共合作，為將來嘅國共之爭做好準備。果然喺國共攜手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內戰爆發，孫中山辛苦創立嘅中華民國。同年，宋慶齡被選為國家副主席。江青，而家全國各地都喺度進行反右派，好多反美國不滿言論嘅人都受到打壓，點解落去嗰 part 唔好咩？毛主席話：嗰啲迂腐嘅知識分子只會將中國搞得一團糟。但係當初我同我講過，拯救中國咩？我哋必須要聆聽人民嘅聲音，咁樣中國民主先至有進步啊！民主？唔通你到而家都唔明白共產嘅意思咩？喂，你做副主席，我睇你根本唔需要而家我哋共產黨。
小姐，有你個信啊，係美玲寄嚟㗎。姐姐，多謝你上次寄嚟嘅生真伴你啊！你過得好嗎？中正仍然堅持反共復國，佢講過會俾共產思想植根喺中國嘅土地上。姐姐，你千祈保持佢咁啊！以前嘅事就唔會再諗啦，未來嘅路，姐姐你要堅持落去，做啱咯。美玲真係好啊，唔單止冇怪我當初反對佢嘅分子，而家反而仲體諒我。佢好清楚我所主張嘅向來係孫先生為主，但係而家中國連一個民都冇，人民受盡痛苦，而我就乜都做唔到。我愧對美玲，愧對孫先生，更加愧對整個中國啊！我唔單止錯為咗孫先生一手創立嘅中國，仲令到中國走向咗共產呢條不歸路。佢係就怪我蠢，當初竟然創設咗共產黨。小姐，你當初又點預估到今日嘅共產黨係咁殘暴嘅人呢？我都估唔到，我仲作為副主席添，多人都反對我。我而家每日真係可以坐喺度，連共產黨一條毛髮都唔敢批評。點解？點解個天唔敲我早啲睇清楚共產黨嘅真面目啊？喺晚年，宋慶齡逐漸淡出政壇，一直到1981年5月，因為白血病不治，喺北京病逝，享年88歲。依照佢嘅遺願，呢位中華民國嘅國母喺死後並冇葬喺佢所尊敬嘅國父孫中山先生嘅墓，點樣停㗎？一生就此